哎呀，这位贵妇，啊，你好，你好，你你好。好，你要去倒哈？咱去买物件你遐。看我摕这家己的啊，你嘛知影，我要去洗百货公司。百货公司，足会训呢，吼，足趴呢。一定的啊。你确定吗？这去菜市啊较适合吧？无我哼，你看你大条条，你看你卖这家己茶啊，来买的拢是啥？日本人、韩国人、马来西亚的，因为这是足好的盘手。台湾 LV。是啦，吼，但是哦，今仔日我要为你甲百货公司去菜市啊，因为菜市啊搁较好耍，搁较好买。对啦，我嘛最爱洗菜市是啊，我会空空的，你哪会有足侪物件？这是环保的。环保的猪，嘿，啊个藤丝啊，是有啊。你足环保呢，你改变啊？主要就是讲洗菜市啊，足侪人请我食物件啊，做完你啊甲包起来啊。是因为爱包起来。爱包起来，啊，咱今仔日喏，洗菜市啊嘛足侪好食。啊，就是你较环保啊，地球超人安尼。唔是环保嘛爱食啦啊，。是啦吼。啊，你全台湾行透透哦，菜市啊，你嘛熟。足熟的。北部的你有熟无？全台湾的艺人吼，我会使讲吼，我甲菜市啊，即个感情上介深。哈，安怎讲？你若讲你一年去洗300工菜市啊，迄算足定去洗菜市啊。但是我是住咧菜市啊内底。你是住咧菜市内底？我住咧永春菜市啊。哦，住差不多10年。 10年哦，啊，你介意迄个所在？足介意。好食，有人情味。而且阮囝学的第一句台语是啥？来哦来哦3斤50，3斤50，透早起来就爸爸3斤50，3斤50。但是你为细汉安尼，啊，足侪阿姨叔叔看你大汉，一定感情足近的，足亲的。啊，我有一个朋友哦，嘛是甲菜市啊足熟的，甲菜市啊迄边大汉的，甲你共款。哦。嘿，咱来欢迎亮泽。哎呦，阿泰啦！哎呦，很行嘞。第一摆来哦，哎，头一摆来。欢迎欢迎。你嘛住咧菜市内底？以前我其实无算是住咧内底，啊，毋过我会甲阿嬷做伙去洗菜市啊，啊，去搬物件，安尼啊，足细汉的4岁5岁安尼，啊，搬两地啊，足大阿嬷有扎 LV 当然咯，那是一定系啊。洗倒一个菜市啊？北投市场。哦，你住咧北投？嘿，其实我住伫咧台北市北投区中和街393。别讲出来！以前啦，这个搬走足久啊，所以你自细汉你应该唔是啉牛奶大汉。有啥物意思？北投拢啉红茶啦，系啦，泡完红茶。啊，北投的红茶有啥物特色？茶味足重的，茶味足重。啊，木芽汤嘛足好啉的。除了茶味，还有另外一个味，这念会介绍。哦，你有看卡片哦？赞哦！加减看，加减讲啦吼。对。啊，拄仔你讲到北投市场，就是伫北部的菜市啊，对无？啊，咱有另外一个菜市啊，爱甲咱来 PK， 交互控沙来介绍咱的导览先生。来。大家好，我是控茶，我嘛是真爱洗菜市啊啦，真侪好料的拢卖伫咧菜市啊内底。今仔日要介绍的两位菜市啊，拢有100年以上的历史哦。咱来看是倒位咧。
知。哎呦，有啊，秘秀吼，迄就是咧一个是南北会足出名的南门市场，另外一个就是两座定去的北投市场啦。所以这两个市场到底对一个较厉害咧？今仔两位导览先生就要来甲你介绍。第一位导览先生会当讲伊是行菜市啊，敢若行灶开，欢迎阮的方红花老师。哦，那我咧叫弟弟。嘿啦，你家己底下互伊看看卖啦。菜市啊，一蕊花。安尼你看看卖，安尼啦。哦，是哎呦，安尼挂两地安尼收济啦。水干呢？气质咧，嘿啦，伊真正足牛尾，因为伊本身是因为爱煮食，啊嘛是一个作家，吼，伊嘛是因为爱煮食，所以定定去迄菜市仔内底看有啥物上新的物件，安尼唔管偌远哦，物件客就坐捷运来去行，嘿，去过足侪市场的，所以等下就互老师来甲大家介绍。好，请坐。谢谢。另外一个咧，就是阮北投市场的代表，嘿，阮欢迎阮的麦叔阿哥。哦，欢迎。哇，拢足有气质的咧。咱平常时看是啊细市场会看到穿安尼吗？型男，型男呢？嘿，伊是伫台北市个咧找好料的，吼，平常时咧都是对历史嘛就有兴趣的，所以就甲这历史啊、甲食物啊，拢甲伊传落。伊若带大家去踅一下市场，你的脚底啊会这样摸，头壳嘛摸，因为足侪知识要甲大家讲的。嘿，请坐。欢迎。哦，咱麦阿哥啊，你甲踅市场当做是迄个学问的研究安尼哦？嘛莫讲这是学问啦吼，啊，毋过吼，你若定定吼行两步啊吼，啊去北投市场吼，含迄个头家啊讲两句啊，开讲交回一个吼，伊就会主动含你讲足侪做事的。啊，佫有啥物秘辛啊，啥物货吼，啊好食伊嘛会介绍啦吼。拄则咱看到迄个北投市场，那甲我印象当中北投市场无共款。无共款，有改过啊？有经历过哟。有改过。即摆吼暂时是中继市场。旧的市场即摆要改建，要拄更哦。而且伊拄则哦，伊一个画面安尼闪过，我就知，哎呀仔，乌金的，乌色的迄个老汁，乌金对无？伊就今仔无吃起，今仔无大，啊好啊，这来考，这来考。啊，咱红辉老师，恁哪会遮爱踅菜市啊？因为我有两个囡仔，啊，逐工我拢有煮互因食，啊，佮有甲因炸便当，所以就爱煮饭嘛。啊，煮饭就想要互囡仔食上新鲜的物件，而且我伫个餐桌上拢会甲因讲，今日这是啥物菜，啊，这是啥物鱼，吼，啊，这是啥物肉，一斤偌济，吼，安怎煮，我啥物我拢会甲囡仔解说。嘿啊，因为我想讲吼，江正成嘛是准细汉，伊妈妈就会教伊遮啊，对，就成为著名啊。嘿啊，你有目的是要教一个江正成出来？有可能哦。我有真心讲呢，我这查某囝即马两个拢足够煮足够食，啊，佫有一个佫开专栏啊。所以我感觉准细汉培养嘛是有差啦，有差，不了强哦，害啊，臭屁。所以你本身对台北的市场足了解。我对全台湾最重要的菜市啊，应该拢有淡薄仔了解。安尼好，你心目中全台湾前3名的菜市啊来，第3名。第3名我想要互高雄的国民市场。国民市场。嘿，迄是有一届我高雄第一届要经菜市啊嘛，吼，我要去演讲，啊，再去有一段时间，我就甲客人听司机讲，大哥，你载我去，你感觉高雄上贵的菜市啊？上贵，嘿是，因为伫你的心内，台北市有一个上贵的菜市啊，高雄当然嘛有啊，高雄嘛是一个做富庶的都市，所以伊就甲我载去国民市场。第2名我最爱台中的清水。清水。嘿，台中是咱台湾农业最重要的所在，遐几个区嘛，所以迄款的菜市啊，一定拢做好耍的。啊，第1名，莫讲。足奇怪的讲，无想要互恁知影老师心中第1名。可能因为等下要倒人。有可能哦。安尼都就老师先来。好，阮就互阮红辉老师先好啊。好，来，这我帮你客，老师请。
是我爱点。这规支的火腿吼，伊拢是经台南善化遐温体猪。连这你就知。今日就传这大家来食看卖这个咱中国人的马饼。好啊，好啊，好我啊！留一条你。老师你看伊我留一条啦，你。老囝还会当外带啊。你这吼就是啥地你啊？安尼啦。第二间的爱点就是蛋饺。伊足巴脆的，你看伊这么高嘿调啊。你感觉讲是阿爸贵对无？是阿十个爸怕贵。正。我给人抓之后。好，阮就互我红葵老师先好啊。哎呦好，来，这我帮你客，老师请。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范红花。今仔日咱要来去踅一个够做好买、够做好食的菜市啊，跟我行。等等等等，咱今日要来。啊，这高水。咱今日要来踅咱本市场吼，像这个图啊，你就会看到伊为虾米会遮特别吼？伊即马已经超过100年啊！啊，伫个日本时代吼，日本人家互一个做美丽的名，吼千岁町市场，伊挖伫咱台湾最重要的迄政府的机关、最高级的机关拢伫遮吼，所以遮有足侪公务人员嘛，而且大部分是为中国遐来啊，浙江啊、江苏啊，遐足侪人吼，住伫咧遮的区域，所以南门市场就慢慢的伊就变成一个有足侪中国遐南北货吼，有足侪眷村的菜吼，有足侪迄款外省的口味的各式各样的甜的咸的物件，拢伫咧遮，而且因为是关湾，所以嘛有足侪高级的食材伫这边。啊，过来吼，你看吼，咱们市场的物件，因为拢整理甲足水的，拢整理甲足高级，嘛要整理甲足舒适的，阁有冷气，所以伫咧遮，不管你是菜啦、是肉啦、水果啦，还是海产，咱台湾的海产，拢得到足好的成色。伫咧台北市，你若讲要买菜上舒适的，应该咱们市场是第一名的。嘿，伊地下1楼是咧卖迄落生鲜吼，啊，1楼呢就是咧卖足侪南北货甲熟食，啊，2楼就是。足侪美食的，所以不管你是要来遮食中昼，还是讲你买菜，买甲妈妈买菜买甲有淡薄仔忝嘛吼，想要来食一个好料的吼，遮2楼吼永远拢大排长龙的，就是刀削面。2楼牛肉面拢排队啊。系啊，伊即间牛肉面拢是为楼骹2楼一直排到楼骹，为2楼排到1楼。啊，包括韩国人啊、日本人啦，吼，外国人啊，拢会来遮食的。啊，牛肉面啦、刀削面啦、泰国的咖喱啦、泰国菜啦、越南河粉啦、炒面啦，啥物拢有，拢总11斤互你拣。拄好讲嘛，咱这是一个就是外省的，以做外省特色的菜市啊，吼。所以呢，譬如讲端午节来遮就敢若暴动，吼，大家拢爱食迄落。湖州粽吼，湖州粽就是一包一个长长有无，包甲长长，敢若枕头咧，四角形。啊，无像咱台湾的肉粽，拢爱内底都足澎湃的。吼，啊，外省的即款的湖州粽，内底敢若一块五花肉，吼，五花肉啊，迄外口的迄这准备就是用酱油啊，甲腌五花肉的料，安尼倒进去包起来，吼，啊，内底伊要食的就是这米的芳开。加即块五花肉，很油绵绵，食甲敢若奶油伫咧你喙内底，敢若要羊皮的迄款感觉，迄款的口感。这我较早我记我第一届食这个湖州粽，我就想讲，啊土豆咧对哈，那无聊。油膏伊那袂记你包，两人咧对，无啦，伊就是要食迄块五花肉啦。所以伊食迄块肉，的气味啊，甲伊迄个米的香。因为吼，你唔通看伊迄一个伫咧水内底吼，3、5点钟呢，吹5点钟，真正吹到最久的，迄个肉才会嫩，伊个油拢化开安尼。所以迄块肉最重要啊，迄块肉是最重要的。啊，咱台湾的肉粽料足济啊，对无吼？是无共款的物件。啊，无你上介意的肉粽是？南部粽啊，南部沙粿啊，对无？南部粽真正就好食啊！我说南部粽嘛，还是啊，粽啦。
吼，遮内底嘛有足侪熟食区是南门市场一楼吼上著名的一个特色。啊，咱在遮这间吼做天下第一摊吼做异常预防吼，有名到啥物程度？伊迄个青椒灌肉，你知影有？郭台铭结婚的时阵吼，就是订这间的青椒灌肉去做迄个结婚的迄个菜内底吼，所以真正做有名。啊，这间吼就是内底逐工拢出菜出一百外项，拢是现煮的，而且完全无添加任何的迄个防腐剂啊、人工香料。伊是咱全台湾菜市啊第一间摕到 HACCP 的认证的迄个一个熟食摊。大家知影会去摕 HACCP， 拢是足大间的公司对无？也是工厂。啊，这是一个菜市啊，一个小吃摊哦，50年的发展变成今日安尼。啊，伊啥物菜哦？你要食佛跳墙，还是你要食左宗棠鸡，还是要食烤麸吼？你要食雪菜百叶哦，所有的迄个外省的吼，因的家常菜，因的有名的菜，大菜小菜，你伫异常预防，你拢找得到。但是我印象当中，这嘛足贵，好食，但是足贵。伊真正无俗啊！你看这大明虾这大只吼，啊，若是青椒灌肉4条差不多200，真正是无俗。按介绍你拢记得。我有做青椒灌肉，你知影4条青椒灌肉，我要买1-2点钟呢。贵去200块以后啊啦，麻烦呐，嘿啊，所以做这件代志，所以异常预防做有名。啊，这就是跟咱中国的马粉同款，吼，这就是松糕，上海松糕，这是江苏、浙江以下人的最爱食的一个甜点。伊即马伫大稻埕嘛开一间文青店嘛是足水的，咱即马大家食看卖，这是伊逐工现做的，逐工手工现做的，啊，放在一个迄个内底爱倒扣。啊，今日南门市场吼，伊嘛是用排队的啊，芝麻的吼，今日就传这大家来食看卖，这个咱中国人的马饼。无啦，这是红豆加芝麻对无？我咧食无饭，我会使炸弹。好啊，我留一条你。老师你看伊我留一啦，条你。看伊啦，哎呦，伊家己带这来你要包啦。你有囡仔食啦。我搁留一条你，嘿。老囝佫会当外带哦。啊，你还袂食？我无反正你即条互伊。啊，无伊就无啊，伊讲要红豆的。你这吼就是啥地你啊？老师咧讲话，不要紧，无豆豆食，这就是营养搁好消化，啊，若有配对就好啊。啊，若是囡仔放学转来对无？想要食一撮点心嘛，其实这款的拢是无油，吼，无反式脂肪，啊，搁最好食的米。所以是米啊落去吹嘛。嘿，爱博成分。是共款的啊。就是中央口是烧的起来的，直接摕起来食。啊，这是要吹足久的，伊讲要吹4、5点钟。对啊，啊，这上海松糕，你感觉食起来安怎？你食红豆的内底迄个红豆就香就绵。啊，足实在的呢。足实在吼，足实在，足而且吼，伊本来因摆是拢做一个足大，敢8寸左右。啊，过来就是少年的接手了后，伊就感觉讲吼，爱做一粒细，较古水吼。啊，你少年人嘛较想要食对无？买转去嘛较轻松，系啊。所以即马就拢一个是足可爱。其实吼，伊佫有一个物件是上古水的，咱今日无翕到，伊有做遮大粒的寿桃。我有买过，你有买过对无？啊，顶头佫会使写名，你若爸爸还是妈妈的生日，你买一粒遮大粒的寿条，内底拢碎了嘛，一粒碎粒。是啊，上好笑的是内底有12粒对，细粒的寿桃，大粒的包细粒的。大量的是这 party 做有趣的呢。你敢若俄罗斯娃娃咧？大几了是说？系啊，来看我上介意内底吼，因为伊总是150几道，这是我爱店万有全吼。啊，咱若要煮鸡汤，就需要火腿吼，啊，有个因家己生的酸白菜、腊肠，吼，啊，各式各样的南北货，啊，来遮为什么我会上介意的？因为有咱来下一张，吼，这就是伊的火腿。这规支的火腿吼，伊拢是经台南善化遐去买问题猪。连这你就知？因为吼，我对迄个肉的加工最有兴趣的，因为咱古早人无冰箱对无？啊，足无简单，只掠着一只猪。也是杀一只羊，啊，拢食袂完，所以古早人都有智慧的，因就知影，因就发明足侪肉的加工去保存肉的一个方法。啊，像这个火腿吼，爱做1年，吼，伊爱先买足赞的煮的后腿肉，吼，啊过来爱家己
鸡的脂肪啊、血啊、吼骨头啊，爱甲伊收甲足水的，收甲遮尔水了后，就要开始洗盐、脱水、洗盐、脱水，啊，你爱焐3个月，吼，嘿，还3个月了后呢，终于甲伊处理好了后，爱互伊去泡。因为伊个盐啊、水了来泡个干，泡了后你再甲因再甲伊送去迄个熟成室去互伊发酵9个月，所以拢种一条腿。哦，爱做1年，上少爱做1年。迄咸、迄个芳是足天然的物件。睇啊煮鸡汤，你个鸡汤食起来就甲咱台湾的鸡汤无共。咱台湾的鸡汤拢是清的甜的鸡汤味，外省人的鸡汤是高的、高的、黏起来的。嘿，内底爱老母鸡爱放猪脚，爱放金华火腿，所以食起来无共啊。我今日有传哦。啊，安尼哦，加分的时阵，安尼好，卖丢丢你的条件。第2间的爱店就是蛋饺吼。对，这拢爱排队的啊，吼，因为这会使现食吼。啊，一个遮呢，这间蛋小店，迄皮是干那2尔，无掺水，无掺任何物件，伊就是做天然的，迄个蛋液的芳开伫个铁锅顶头。啊，迄蛋吼，迄卵拄着迄个高温，着迄个梅纳反应，所以伫遐实在是芳讲讲。啊，内底鸭吼，伊有猪肉的、原味的、香菇的、海鲜的、海鲜的、干贝的、鱼，啥物啊，搁有牛肉起司。足侪口味的。来哦，袂使拍啊！袂使我炸断呀。啊，你迄种还袂食完。所以食火锅的时阵吼，咱寒天要食火锅，火锅了，芳芳。当然冷冻的火锅了嘛真好食。啊，若想口袋有较深淡薄啊，想要食较好的时阵，你来南门市场吼，买这蛋饺买2盒，你就感觉你就知影迄啥物有做手工的呢？无共款的物件吼。系啊，你感觉上界无共咧倒位？迄肉的芳开啊！真诶，我嘛是搞迄肉的芳开。无共对无？两个芳开，伊足巴脆的，你看伊遮尔高着，嘿，所以你感着。所以你食火锅的时阵吼，这有1地2地，哎，其实吼，你感觉讲是鸭100倍对无？是鸭10个100倍。胜。安怎啦？跳啊跳啊！好食甲手咧。我竟然错手！之后爱吃的，卖烤了，好厉害。你人有够好势势，真系我唔知道，可能这个好食着。好啊，你哪食我哪讲哦。这个搞混掉。歹势。其实吼，咱台湾有几个菜市啊，你知无？拢种全台湾。200。300几个？300几个？你？全台湾哦。嘿。1000个，1000个哦，麦斯老师嘞2000个，2000个是哦，吼。其实咱台湾拢种的菜市啊是农业部统计，拢种是800，差不多850间的菜市啊，搭配上接近啊吼。所以其实菜市啊是一个，大家拢会使去佚佗，然后互咱的餐桌做有趣味，而且大家多多买咱台湾的食材吼，其实对咱台湾的农村甲渔村。拢是一个足好的支持哦。今日我来介绍到这，希望大家会当感受到南门市场的一个趣味、加好耍，然后有闲的时阵一定要去洗菜市啊！赞赞赞！足感谢安慧老师今仔日来甲咱介绍这个南门市。其实我拄来台北时，我嘛足爱去洗所有的市场，但是唯就是这个南门市场，我洗无、看无、食无。为啥？伊顶悬调遐实在、遐实物，遐会使食的物件，拢跟我平常是食的看，拢无共款。文化的背景，背景拢无共，我毋捌食过迄个物件。今日拢互你食着啊？无尾啊，才知影讲，原来我食的是一个文化，食的是一个，但这世界位啊，遮的人，伊会思念故乡的遐食的物件，是安尼。所以这菜市啊，太趣味，足侪故事的。刷来，我麦叔阿公嘛准备好啊哦，阮的北投市场就交互你啊，来。哦，水嘞哦。北投的市场吼，果冻机是最有名的。哦，一讲就有安尼哦。真正有食着迄果冻吼，古早味用茶有一个秘方，红茶叶套这个决明子。每一个正港的台湾人，第一锤的红茶，拢是这个红茶叶加决明子。我可能是麦香红茶。
不要你另外食，看伊赶快爱吃红茶，咱较少呢。伊这间吼我上爱食，有80年的历史啊，哎呦，有特殊的秘方的红酒。食无三百个。来啦来爱啦，食。全部拢放在你的便当盒啊！莫没啦。莫啦。我的北投市场就交互你啊，来。哦，水嘞哦。大家好，我是麦斯阿哥吼，地方美食的陆队长。今仔日要带大家来去北投市场，吼来看有啥物好食的啊、好看的啊、好耍的，啊，佮有趣味的代志，大家对啊来。咱来看这张图，我先来讲一句这个台湾的这个地方的俗谚，互大家听一下。大家有听过无？大溪出豆干，莺歌出土炭，毋是出碗盘，出花盘，三重埔出罗麻，这搁再来咧，北投咧洗温泉，这讲生笑的，我嘛是为这个三重埔来的啦，吼，毋过呢，咱讲到这个北投市场吼，实在是足早就发展起来，对，伊是安怎足早就发展起来吼？是因为吼，伊的地理位置吼实在是太重要。吼，就是有即个交通线有3条经过即个北投的地区啦。3条就讲咱即摆三铁共构是共款意思。地理位置足好的。吼，过来呢吼，以早日本时代的时阵吼，遮就是温泉的观光的来做疗愈的所在。生理人吼，拢爱带足侪做生理的伙伴吼，来遮安怎洗风水。吼交际啊、应酬啊、请客啊，唱那卡戏啊、送一个安尼。遮的即个总铺师吼，要抢客人客啊，所以讲吼，北投市场吼，毋那是遮的乡亲的即个灶脚尔，吼嘛是因。总铺师的练武场，咱吼若坐一遍即个北投的市场吼，你会发现吼有3项物件足多。第一项呢，就是呢鸡肉担足多吼，有足多即个新鲜的啊、青的鸡肉担，嘛有足多迄落煮熟的方便哦，拢无共款的鸡肉担、鸡肉料理伫咧遮。像一间吼开超过50年的。伊的果冻机是最有名的。是安那讲果冻？伊毋是甜点哦，伊是特殊的卤法，互鸡腿内底皮甲肉之间有即个短的胶质。讲遮侪无法。是讲到安尼，试看卖。你讲的果冻机哦。你用箸吼试看卖，试的，看有短安尼的感觉无？伊这鸡啊吼，差不多拢爱饲128工，才会当处理着对无？嘿啦吼，这个这皮吼会 crispy 吼，内底会 juicy 安尼，嘿。你讲果冻我无看到呢。伊会隐藏伫个内件的。这，你讲的是毋是这？嘿。这个所在你看，透明的这啦，嘿啦，有啦。这号到北投市场第一蜜大腿。我头家吼听到讲，这嘛足趣味的吼，伊会嘛笑讲，这嘛是嘛有即个道理吼。大家试看卖，口感安怎？真正有食着迄个薄薄的果冻吼，胶质安尼，嘿。我是感觉医生迄个功夫厉害。有。安怎看？就是加入迄个芳气。内底迄个芳气，我是感觉真好。这袂歹。这就是第一吼。第一个鸡肉多啦吼，第二是啥？第二是面食多，米蛋啊足多。以前吼，北投就是交通重地啦吼，就是一个迄个军事的要地。战后的时阵吼，有足多即个兵哥啊吼，军医院啊吼，有眷村啊吼，拢来伫咧遮发展。北
北方吼食面的即个习惯吼，食包啊、食即个馒头的习惯吼，就直接发展出来。哦，啊，即间叫做啥？阿婆面。阿婆面。哦，伊即间吼我上爱食。哦，有80年的历史啊。哎呦，80年历史啊，当然一定是阿婆创立的。阿婆本来。尤其伊的油面吼，足 Q 的。哦，啊含即个红酱，伊有特殊的秘方的红酱。红酱。哦，伊毋是番茄酱。哦，嘛毋是一般的迄款一罐一罐的辣椒酱。辣椒酱。伊是用乌醋啦，用辣椒啊，当然是阿婆的秘方。甲因安尼煮出来。来啦，大家食看卖就知啊，因为今仔无咪咪的烂，所以阮带这红烧肉来。顶罐这就是伊的红酱。是，顶罐就是。试看卖。头家我爱报告一下头家早足早就起床啊，逐工，伊是要为伊的山珍肉甲赤肉马杀鸡。伊用双手注入的伊的感情入去。所以这是伊麻过的嘛，对无？马杀鸡过的。马杀鸡过的，你无看卖看有感情无？满的感情有。今日你无讲，我就袂看。安尼马杀鸡较袂安怎，互伊的三层较袂安怎，易食充满有一个熟成的迄个风味。这个酱，这酱就香。这酱你食着啥物？就是食着啥物气味？我感觉像肉丸的酱呢。肉丸有一点仔肉丸的味。米酱迄种酱。佮有豆乳，一点仔豆乳的香味。敢若有呢？我是食着感觉酸酸。乌醋迄款。乌醋。酸酸。会甲你帮你提味嘛？开胃嘛。我酸酸就是乌醋。乌醋。是安尼。香蕉啊，甜甜酸酸安尼。甜酸酸，对。袂伤咸安尼就好。食无三百个。来啦，全部拢放在你的便当盒啊！没啦。莫啦。以上这两项你想要配面啦配饭啦配茶甲配酒拢会使拢足适合的拄仔就讲到茶啊第三就是咱北投的红茶足多对吧？是安怎红茶足多？咱早年的时阵这毋是拄好的代志啦早年的时阵北投是茶叶的加工转运站。附近嘛有咧种茶取得较容易。搁遮的即个小贩啊，贩夫走卒，做工的人，车祸的时阵会流汗，爱补水，爱止水单，凉水单就愈来愈多啊。为种凉水单上接卖就是啥？咱的古早味红茶。古早味红茶有一个秘方就是伊的红茶叶透即个决明子，甲煮出来，甲烘出来，伊的气味都含别淡，或者别的地方不共款。老师讲到遮我相信每一个正港的台湾人，伊人生的第一喙的红茶，拢是这个红茶叶加决明子这个气味。敢若是的，对嘛？你是无？伊就是啊，串完伊应该就是安尼。我细汉时阵嘛是。我可能是麦香红茶。你是麦香。妈妈拢无咧煮，我是感觉甜的。是你这个年代，老师应该是啦对啊，我拢是安尼迄个加决明子。对。系啊，我就是。细汉就是啉北投的啊。对啊。讲啥你敢是？我看伊共款麦香红茶，咱较少年。少年啉麦香啦。是安怎要透决明子？透决明子有一款讲法啦，讲以前的红茶的茶叶价钱足贵的。你若拢总用茶叶来烘做工的人听讲啉袂起啦。就透决明子。搁有一款讲法，伊讲伊要增加伊的天然的香气。伊安尼烘出来的时阵用这个决明子有咖啡的风味瞬間就變成高級起來了，對不對？真正你安尼講，我敢若有聞到咖啡的味呢。有呢，淡薄啊，對，淡薄啊，有的人就講這叫做咖啡紅茶，是不是很高級？唔若講咱去香港有迄個茶餐廳有這個鴛鴦啊，有奶茶透來透去，
咱嘛有2合1、3合1嘛，套来套去，咱嘛足厉害。哦，这就是咱的红茶的这个滋味吼。啊，这个红茶的滋味，毋是逐单拢有掺决明子啊。啊，毋过吼，这种古早的滋味吼，就变成咱的地记忆中吼上熟悉的这个滋味啊。上珍贵的。继续吼，啊，咱咧先来听看一个 VCR 的吼，啊有一个谜题爱大家摇一个吼。北投有足多食的，足精彩的，啊，毋过嘛有一项代志吼，足特殊的，足特别的。版面呢有啥货吼？啊，佮有改衫的啦吼，啊有加头章的，是安怎会安尼咧？查某足侪，查某足侪。啊，查某的这个行业足多的吼。因为遐温泉，所以水姑娘爱水伫遐爱整理，大家爱整理啊，吹头毛啊，化妆、买衫。如讲较早有人叫那卡西的时阵，那有人爱去唱歌的时阵，你就是爱家己用好势了，啊，装好水水，心理较会好。对，人才要叫。哎呀，应该是安尼吧。哎，果然这个亮泽吼，伊有带过这个北投，哎，这是有观察到，就是安尼。足侪。哎，啊，这吼以前吼以早这个酒家的文化吼，有影响到啦吼。啊，北投真正嘛是一个足时尚的地方，伊的绅士名流拢伫个遮出入面吼。啊，洗都甲水水安尼吼，嘛是足有这个民主的，足有派头的安尼吼。啊，这款文化吼，就安尼。学来学去，你看我，我看你，啊，就学起来啊吼，啊，就安尼流传落来。这个老师傅吼，啊，佮手路佮足好诶，啊，佮足亲切。即马佮继续佮咧营业安尼。这北投市场诶生意一直拢足好诶吼，啊，可能是即马上大诶台北市诶上大诶传统诶市场，差不多450担到480担。哦，足多，以早佮足大诶。是。哦，即摆看起来敢若普通吼，啊有淡薄仔古典，较老派。啊，毋过吼，这以前吼都是看有无无的高级品。上歹。北投市场吼是一个做疗愈的所在。哦，啊，北投洗温泉嘛是做疗愈的。哦，大家吼会使吼较接来遮洗洗吼。啊，即摆虹岗溪边啊有一个人工步道，都已经这个修建好啊，买再来散步啊、买菜啊、泡风水啊。啊，今仔日我的导览吼就到这，哦，谢谢大家。谢谢。啊，老师讲遮济吼，啊，你自细汉比较大汉的吼，你介绍一间店，一定爱去食的，安尼就好啊。一间店，一间店最有名的啊，一定爱去啊。下仔，下仔，开始就看到啊，是罗马饭啦，对。以前我细汉时阵食遐有嗲味素啦，花枝鸡啦，嘛是有蚵仔煎啦，然后下仔哈，鸡羹最有名，炸物店吼，足济。啊，今仔敢有加分呢？当然嘛有。两位老师带来这加分的项目，伊就是内行人较知的，来，阮有请，来，行啊来哦，嘿啦，哇，这是什么哈？起节就油，回姐，这真正点到那个油去啊！系啊，各位去到位，不可能呢！啊这袂落啊！北投市场的吼无忧茶，芒叶花、茉莉绿茶，答案就是无木棉花，无芒叶花，但是内底哪有迄个芒叶花香味？会紧张无？伊讲伊袂当输啦。啊，无你把剩3秒，伊就开票。1、2、3，哦！两位老师带来这加分的项目，伊就是内行人较知的，来，阮有请，来，行啊来哦，嘿啦，哇，这是什么调酒呢吼，哇，那个是酒，哦，赞，真这是阮安徽老师的，哦，嘿，小姐，开，这是我今日套
早去菜市啊买一只母鸡吼，土鸡啊，伊是母的，啊，金华火腿甲北海道的干贝，吼，啊，做一点鸡汤，江浙口味的鸡汤。哦，老师家己煮的呢。规只鸡哦，吼，规只心机足重的，用鸡汤来比茶。哦，轻轻啊，轻轻啊，轻轻啊，这所以就安尼，这是就做肉吧，吼啊，莫搁讲腿，对啊，这规只。轻轻哦，起节就用。灰姐，以前我这是食的，因为吼你这是我的工。啊，煮鸡汤的心情，吼，希望恁大家介意。哎呦，你过来大汉啦，互你一个鸡汤，无烟对无？歹势我先食，你先。歹势，有够足香烧的呢，心机足重的，系啊，足好食的。啊，因为这只鸡伤大只，无我爱用砂锅，啊，这是铸铁锅，拢会使。哦，真正几点钟？4点钟。 4点钟系啊，4点钟。有4点钟的味。这真正订到拢会油去啊！系啊， 4点钟啊，你的火爱大火啊、小火啊、中火啊。这哦，你爱先中火，互伊滚吼，啊，互伊滚超过半点钟，煮出迄个白色，啊，过来你才砍起来，才小火，差不多3、4点。鸡肉已经甲迄汤拢熟入去啊，系啊，一喙咧味拢有啊。但是伊这味吼足香的，但是无啥会负担呢。 系啊，没油的感觉。无油，这甲你熟有悉的咱台湾的鸡汤有一丝无共，咱台湾爱放香菇嘛，对无？啊，这你就爱放火腿，火腿是鸡蛋吗？干贝，嘿，对，而且是要带皮，爱有皮的火腿。啊，这个的火这腿，个会使食，这个会使食。嘿哦，这会使食会使食，啊，不过伊足咸的啊。你要食看卖无？你这迄味的你食看，你放大食。足咸的呢，足咸的，迄足咸的，你看出来大底嘛哦是咸，袂咸呐，袂咸啊，所以迄咸度拢。 伊就拢因为汤内底啊，味拢已经咧。哦，啊来试看扁尖笋，啊，佫是切呢，系啊，控加久佫是切。系啊，伊嘛是发酵的味，笋的芳甲发酵。啊，是可以去倒位？不可能呢！啊，这袂落来。你搁在啃我这好先洗下吧。我你内底物件先食食的。安尼，系啊，连讲较早较大呗，底袂落，算。规鼎摕转去啊。哦，就好啉。哦，这汤太赞，太赞了。是啊，你规鼎拢芳登去。干吼，回甘。嘿，啊，若这个鸡汤啉了，刷来啉一粒茶，应该嘛袂歹吼。当然袂歹。去油。吼啊，大家吼来试看卖吼，这叫做吼北投市场的吼无忧茶。无忧茶，大家拢来试看卖。无优秀的就对啊啦。我爱考试，伊免考试。哎，梦怡花，这内底有梦怡花。茉莉绿茶，梦梨青茶。真的。嘿，先试看卖，啊，小等吼，恁两个一组，啊，恁两个一组，啊，放我老师当然家己一组，挑鸡尾茶看看。哦，你意思是讲，你杯茶内底有足侪款茶，然后到底内底有啥物啊？家己甲这个气味调出来。这4款茶分别是啥物？它真有下来。乌龙，啊，佮有绿茶、红茶，啊，甲酸梅子。酸梅。哎，等下，啊，无木梨花。无梦梨花。梦梨花。但是内底哪有迄个梦梨花香味？那可能。老师4项拢有咧内底吗？对。啊是有诶无？无一定哦。你搁想一个无忧茶，无忧茶，无忧茶，无忧愁，我感觉迄个哦，你的气味是茶的香味足重的。无油啊油咧，油咧。红茶、乌龙、酸，我感觉酸梅，我感觉酸梅无呢，无吼，我感觉啉袂出来。你爱调配一个。调配。我来调解。来开始啊！看有足贵啊！试看你这紧哦。老师你感觉安我用心咱做伙啦，咱做伙李小璐。这瓶看卖。哦，哎，有这个，美啊！酸梅汤一定无，一定无。我感觉这两个拢有呢，这个有。没有忧哎，有呢。虑，对不对？没有忧虑，梅跟绿，梅啊茶跟绿。哦，这一定乌龙茶啊，对吧？乌龙茶，加减啦。我试看卖。
哎，好啊，时间到，好啊，袂使再改，袂使再改，袂使再改，好啊，我嘛想袂出来，来，好，嘿，恁这组，这个你讲这叫什么茶啊？无忧茶，无忧茶，无忧茶，到底内底有啥物？内底有乌龙茶、青茶甲红茶。乌龙、青茶、红茶，老师你。乌龙甲青茶。乌龙甲青茶，好，都有够味啊！甲因讲，梅啊甲绿茶，那这两项啊。无可能。无忧，无就是没有，啊忧是啥物？没有忧虑，没有忧虑，嘿，绿茶绿茶。阿哥来公布一下。哦，你讲这嘛做道理的，啊，毋过对的是番红花老师。哎呦，两项吼，你就是我头先讲的。迄个无咧啉手摇的人嘛是知。你的乌味蕾伤龙强啊。茶甲绿茶，嘿啦。乌龙茶，啊是安那？是安怎爱讲叫做无忧茶？嘿，是安那？啊，有的学员就甲我问讲，啊，明明有这个乌龙茶甲绿茶，那会无叫做乌绿茶？我讲明明都有绿茶，那会讲无绿茶？当然就是爱讲无忧茶，哦，较温馨。哦，伊内底就有绿茶，你若讲无绿茶，结果是该做较有诗意啊。啊，再改一个名叫做无忧茶，所以吼，答案就是乌龙茶甲绿茶。哦，我就知影，手机啊出来，爱甲记录一个啦。我来投票。哦，两个市场哦，看你安尼听老师做了了，你想要去倒一个市场去佚佗？是，我投好啦。佚佗吗？你投啊？哎，你来去对咧。打好了，我嘛好啊。好，来哦。好啦，好来哦，三加三，咱来开票，来哦。今晚啊，那可以。紧张嘛？安尼，哎，啊，就真无人支持哦。做想要伊讲伊袂当输啦啊，。无你甲我算3秒，伊就开票。好，来，1、2、3。哦。是我。咱唔是无介意南门市场啦，加汤无好食上，就好食咱想食啊，老师家己煮的呢。我想食啊，我想食啊，我拢定定去洗啊，我去买福州粽，互我爸爸食，啊鸡汤我嘛常常啉啊，嘿对无？迄老师煮的呢，伊规伊个该水起来煮呢。无你就输啊！啊，你，我无法度啦，北投市场是我的回忆，我真正是一定爱投北投。即马甲我讲我要去倒一个市场，头一我一定赶快选北投啦。永远。给过。对，结果啊你。哇，因为我真正刚红辉老师讲的足好诶，不过呢，伊的鸡汤嘛是真正煮啊足辛苦诶，我感觉足厉害诶。是。鸡肉食甲遮欢喜，结果投北投。你的便当盒内底拢是老师带来的。我讲这是个南门市场，我食较唔知影，较唔捌。嘿，我较传统诶，嘿，好多人。外省口味，外省口味，甲本省的口味无共，你食无了解。我虽然无了解，但是我等于甲好啊了解。我等于了解一下。哦，我们这了解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你可拢看到啊啦，但是多谢两位导览先生，谢谢。哎呀，啊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欢迎来报名海海导览先生，讲互大家听，大家做伙去佚佗。啊，咱的节目呢，拢伫第台语台的 YT 频道拢会看得到哦。咱后一来相会，海海导览先生，拜拜。老师，谢谢。没赛。